为着要来活化着古迹，台南市政府伫个山上区的水道博物馆来设置着 AR 科技，互民众都袂输是行入去施工的棚坑共款，利用科技帮古迹注入着新活力。趁年假，真侪民众去山上区的山上水道博物馆，除了欣赏馆内史实环境，买到含处理的人感受过去历史的痕迹，为着古迹看起来更加活泼。市府特别用 AR 科技，互民众就亲像行入来到施工棚坑。在去年，我们就建制了 AR 导览系统，利用科技，互来遮省的民众欣赏古迹，袂亲像过去共款，敢会当看到零机器的古早建筑物。这一次的 AR 还建制了烟囱，因为目前在水稻博物馆的烟囱只剩下基座，但是对于水稻来说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。来遮佚佗的民众，伫咧疫情解封过了后，哪来哪济，大家带厝内是大人含囡仔，刷卡来遮行踏，可当了解到过去台湾所行过历史，实在是真有意义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